本，西凤班班长，西凤名叫洪家班，我个班子不推班，小生么是样小生，小队么是样小队，要哭么要哭，要笑么要笑，自个不笑么同地不要了，生意都要好。前面人不叫我做戏，啊，那生意不来不比喽，一直要隔壁走，一直要隔壁走，啊，哦，两个钱最挣，生意好的没办法。干嘛？里面有什么？哟，也叫做西门票。西班长。小伙，西班长。有什？你是这里的西班长对吗？我是西门班长，名叫八吉本。哦，阿本班长啊，阿本哎，我是王爷府来的。王爷府来的。对，王府要唱大戏。王爷府里要唱大戏，听说你们班子很红啊。我班子不听啊。哎，来请你们姑父唱戏，唱几天？王爷受不了，唱得好嘛，10天10夜；唱得不好嘛，只有2天。唱得好唱10天，唱得不好唱2天。对，我的戏班肯定好。哦，那我现在，你现在也不我们好眼节子打来，我不来。人要跳得好一点放心，慢慢跳啊，吃不得了。王爷夫叫我的做戏哦，这就王爷夫气不一样，人毛改下，要到你们母子聊着片，干么个鼻屎眼啊，还泡沫啊，不找你个母子片，人毛得叫好听哎。小生，介小生好。上海小生、杭州小生、珠江小生、绍兴小生，我上海小生好。上海小生，哎，上海小生调来。老板，上海小生，今日子王爷夫请阿拉做媳妇咯。我忙台风也好，唱功也好，今么两面也去唱戏。王爷夫请做媳妇啊？做几年几夜？唱得好唱10天10夜，唱得不好唱2天2夜。他肯定会好了。他唱得好眼哦。我去准备。好了。吃小生叫好了，他小队，他也小队好。我杭州小队好，杭州小队。哎，调来。来啦，老板。哎，做啥啦？杭州小队。哎，今日子王爷夫请阿拉做西门片咯。做西门去啊？老板，我今朝子有请过。为啥么？我啦，身体不好，穷医毛嘞。来，就别个小班去好。我了小白老板的有数哦。你搿次去唱去喏，你唱得好喏，你比我懂的人子多了，我本啊多了喏。真的？真的。上海小生去伐？上海小生么是去的。老板，那我公司要得去哎呀个。本多眼。我懂呀。哎。那好我啥名去个哦？那好我去个。我都不得打。好了，不能多眼，不能多眼。哎，老板。我说香，咱们个技术出来。结果把我工资养，我要不提多年啊，跟我分起来。小做那个，本多眼了，我顶多。还你顶多给你发片了。来，还只是多少？搿5次过节了，你在高兴？哎呀，都好了。养了，好用伐？好用手。啊，那没办法了，搿想想，搿西班牙打了个居然靠得牢了，还不搿头拿了搿头跳起，搿头拿了搿头跳起了。我等讲，搿次叫王爷夫做戏喏，我听文要上早，5次马夫做，要不爷们也精神登起。有数伐？有数伐？有数。吃，前家后家好评哈家人呢？跑出来！俺买不来呀。买是不来。老板，您空来嘞？呀，搿次做戏喏，浑身眼的，5次乱装的。有数啊？搿王爷夫去做戏喏。他像上回子个做戏做了一塌糊涂，被你们读死的哦。所以他不都不喜欢啦，没哦，咱们是没哦啊，喜欢啦。专本白茶船，啥时候啦？白茶船别人只能做到。哎，他讲水仙没沏好，白茶没沏好，古板没沏到，蝴蝶没沏少，青草没沏好。老板啊，水仙不是我做的，水仙讲你做，我不晓得，我人还没来过啊。搿水仙不是你做。不是我靠，老板啊，白茶娘娘不是我做的，白茶不是你做。啊，是做的啦。
寻思的个，这个做起来不好听。哎，这外头地上去个。搿种个外头地上去，搿种个人走上去走了，人个脚倒回来了，喂。那背还不是自己考的？我办法是靠家人考。不好。瑰宝我好用吗？我得搿次戏做了好眼哦。哎，还叫虎们打打起，警钟们打起来，妹妹小小点，掉。哎，他就得好眼。啊，妹妹小小的，啊，眼不擦大，眼小一点。眼我都讲搿漂浮眼的美点，我讲么眼美气。眼这么好呢，眼这么水我顶好了。要去，要去。眼子讲不出来，啊，好。啊，高高不相比。